无所不在，无所毋知，无所袂为的上主，阮感谢你，伫阮未出舞台的地生，你就捌阮，竞选阮做你的百姓，也带阮行人生的路站。你互阮伫无共款的环境来经历你以马内利的平安，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阮伫天年的爸。阮要当心用你教示阮的祈祷，做伙祈祷讲。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我伫带阮伫日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要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36篇，箴言第8章。启应文第36篇，箴言第8章。着听智慧得叫，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圣人啊，我叫恁；憨直的人啊，着学习真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还未有亲恩。我出舞台的时，大山还未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还未安置强冲，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限，互海水袂搬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叹我，着听教师来得着智慧。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咱三角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主，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掌管万物，万物拢降服伫你。感谢你丰盛的主爱，互阮伫风台过了，阁通来到圣殿敬拜你。即礼拜因为包围风台进入台湾，造成农作物真大的威胁，有侪山路、树倒、石崩，甚至淹水，造成山区的居民生活真不便。慈悲怜悯人的上主，恳求你，互地方政府有智慧协助人民恢复家园，降低农作物的损失，互因的收成无致到失落。透过互相协力，会当紧紧正常生活甲工作。阮也袂伫你的面前认罪，你互阮有份管理世界，却因为阮的自私，过度浪费资源，造成地球发烧、天气极端变化，互阮徛起的所在特别烧起来。夏天热甲米无路，寒天
寒甲挡袂牢。伫大自然的变化中，阮相信主，你伫对阮讲话，着珍惜你互阮的资源，无拍算食物，嘛无过头用电，做粪扫分类，嘛降低塑胶的使用量。主啊，求你帮咱，互阮有智慧来疼惜即块土地，因为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住伫其中的人，拢属耶和华。求你互阮活出敬虔甲准则的生命。听阮的主，逐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看见家己的不足甲欠缺。阮承认有侪时阵，阮爱听安慰的话，较赢过顺服你的真理；爱享受稳定的滋味，却逃避十字架的苦难；欢喜领受祝福，却无爱承担使命。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自我中心甲背逆，求你借着圣神重新塑造阮，互阮毋但伫嘴里承认你，也伫生活中遵行你的旨意，活出甲福音符合的生命，做你中心的门徒。上主，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伫你看，一千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阁亲像暝间的一更。阮亲像草，早起时发生无声，下昏时收割就孤单。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的年岁过了，亲像吐一个气。主啊，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帮助阮知，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是我靠万军的耶和华才通成事。阮也知，阮也要为着阮身躯边身体欠安尼兄弟祈祷，求主你圣神辅助、安慰甲帮助，互因伫亚咱的中间，犹原会通轻轻行、稳稳煞，因为知你逐日在看顾，因为阮深信伫天顶地下，无想事别的名伫人的中间，互阮通踮伫你来得着救。今仔日，愿众人伫你的面前，要来听你的教示，求你赐福苦无师，互伊有对圣神内的气力甲稳定，忠心传讲你启示录的奥秘，也拍开阮的耳孔，听明白你的教示，互阮毋但听你的话，阁愿意承担真理所着付出的代价，互阮甘愿为着坚持真理来牺牲。勇敢承担福音使命的苦涩，求你赏赐教会勇气，互阮无妥协，嘛无静静毋出声，知影着我靠圣神的气力，重新宣扬你所交托的信息，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阮的中间。愿上主欢喜阮伫你面前的敬拜，愿阮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司，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纳。愿安尼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呼求的声。三甲来掀开咱的圣经，启示录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启示录第10章全章，天使甲世间的册，我阁听见别个大气力的天使对天降落，穿云做衫，头壳顶有孔，伊的面亲像日头，骹亲像火条。手中有细细卷的册，已经掀开的。伊只骹踏伫海里，倒骹踏伫地里，大声嗷叫，亲像狮在吼。伊嗷叫的时，迄7个雷就出因的声，
七个雷已经出声，我要写伊。独独听见对天有声讲：七个雷所讲的，你着防捌，无得写伊。我所看见徛伫海甲地里的天使，也去伊的正手望天，只创造天甲天里的面，地甲地里的面，海甲海里的面。我到代代无尽的来咒诅讲，以后无阁有时日。独独伫第七个天使出声的日，当伊分河头的时，上帝的奥妙就正，照伊所传予伊的奴仆遐个先知的福音。我前所听见对天的声，阁听见伊对我讲话，讲：迄个徛伫海甲地里的天使，手中所摕显开的册，你着去摕伊。我随时去就近迄个天使，甲伊讲，着安尼，着用迄卷细细的册予我。伊就甲我讲，你摕去食伊，伊要互你的腹肚苦，伫你的喙内要甜亲像蜜。我就对迄个天使的手摕细卷册来食伊，伫我的喙内果然甜亲像蜜，已经吞落去。我的腹肚就苦。伊甲我讲，你着讲惨语来论起济济百姓、济济邦国、济济腔口、济济君王的事。愿上帝赐福，听读伊的话，佮照安尼行的人。接下来是圣歌队要赞美耶稣是我至好朋友。今仔日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搁较苦，嘛要讲的预言。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伫咱台湾这几天影响内面，咱犹原有教育的稳定，通自己做一伙来敬拜上帝，也愿上帝的信心让我们有谨慎的心吼。透早祈祷会的执事吼，都唔知要安怎讲较好吼，好像没有真的放到台风假啦。但是不管如何，咱拢爱用谨慎甲感谢的心吼，感谢上帝保守咱台湾平安经过这几天来看上帝的话语进前，咱先动心来祈祷。想赐性命，也巴别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透过你的启示，看见掌管万物的主宰就是你。求你互阮用谦卑的心，搁一遍来亲近你，愿你将你的旨意放伫阮的心内。引带阮头前的路，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启示录来进入到第10章吼，搁较艰苦，就爱讲的参语吼。台语汉字吼是讲参语吼，就是预言。好，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吼，咱搁看到一个异象，对无？对于头拄仔长老所讲的，我们前面吼，几乎你若是看和合本吼，你可能会误以为是那个什么哪吒，还是你们都那个没有感觉？像我这款用图像思考的吼，我若教伊迄个，不管是台语汉字吼，或者是和合本吼，我第一个图像吼都已经被那个台湾的民间信用的迄个形象吼都已经制约了，我已经固化了。然后，你们都没有觉得会有读到那个哪吒的形象？不是啊，他只是脚有那个火。对不对？风火轮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伫咧逐摆对细汉吼，读到这些形象，我拢第一个反应拢是讲主求你赦免我，因为我的图像实在是太清晰了吼，就会自己爱乱连结吼，就会东抓西抓这样吼。所以好佳在吼恁拢知影我有好朋友吼，准备来当帮我形成吼新的文字。产生的图像吼，呵，看起来你们都没有抓到我的幽默感。七印封条的这个册卷吼，终于我们行到遮尔啊侪礼拜了吼，咱终于要看到伊安怎拍开吼，就是今仔日这个大开来的天使，伊手。有摕一细卷已经掀开的册，吼，细卷已经掀开的册吼，伊脚踏正脚踏海吼，倒脚踏地吼，一脚站在海里，一脚站在地上吼，拗叫吼，亲像驶在号吼，所以伊咧拗叫的时阵吼，就出现啥七雷吼。七雷出声，你爱注意哦。约翰伫遮看到即个形象吼，即个大开来的天使有即个形象的时阵，讲话出现七雷的时阵，伊准备要写落来，对无？所以若是照咱过去咧读启示录，咱的经验吼，就算讲你即马无住伫巴摩海岛上，你看到即个时阵吼，正常你拢会知影讲接下来会发生啥物代志，对无？各位基督徒要有点信心，照前面的经验，七印打开之后是啥物？
大家还有印象吧？大家还会记得吗？算了啦，好，刷接来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吼，要拍开第七印的时阵，7号就安怎出现啊？对不？然后就开始有什么，随着什么一层又一层加剧的天灾人祸的图像，对不？出现。所以照你讲，咱是真有经验、阁有智慧的基督徒，对不？所以咱看到7类，就应该爱知刷接来会发生什么代志，是吗？哈？灾难嘛，你看约翰拢无写呢。咱的玉秀姐甲陈台这就才有智慧，对无？照理说看到7类，你嘛知影是啥？灾难应该阁爱来啊吧？是吧？但是呢，这个天使，这个写伫约翰伫要写的是安怎？对，我说我这个就不太像那个哪吒，对不对？他这个只是示意图而已啦，我是怕要帮助你们有一个印象，所以我就请他产生一些图，让 AI 给咱倒三缸产出这个图，跟像我自己在民间那个信仰看到的图像出来的图案就不一样。但是约翰在伫要写的时阵，都听见有天对天有啥讲7类所要讲的，所以照你讲7类爱有代志无？应该爱有代志啊。但是呢，伫这个有天，对天有啥讲？你着封目，无伫写伊。奇怪，为什么7印7号？照理说要进入到7个类型的时阵，天使对天有啥讲爱甲封目？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好。所以咱无法度做上帝因为照咱的经验说起来，应该是灾难要来啊。但上帝总是有他的智慧伊讲，伊所看到徛起还没，先把这个讲完。伊将这个7个类型，将家己封目着。所以我伫遮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嘛是学者普遍的猜测7印，我迄阵时有讲，差不多是灾难是差不多充满伫全地1/4毁灭的程度，对吧？7号已经进入到全地的灾难，进入到1/3的损害，对吧？所以照咱的人类的经验，7类要来，应该是要进入到什么1/2了，对不对？逻辑上应该是这样。不过伫遮，因为安怎7类受封起来后壁咱袂读到7类所要讲的代志，但是咱会进入到第7号分扫界。分第7号的时阵后壁会直接进入到什么？7碗就是全部啊，就是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的全部啊伫这中间，咱就会开始咧想讲，我好不容易适应了，每个礼拜都来听许牧师讲灾难了，忽然间啊熊无灾难了煞无法度适应，你们会吗？这样很好，是不是？好，所以伫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个第六节讲，这个天使只创造天甲天里的物，地甲地里的物，海甲海里的物。活到代代无穷情的来就怎讲咱就拢知，伊指这个创造的主宰来就怎意思就是说，这是出自于啥？上帝的意思讲以后无阁有时日，
这句话真重要吼，你若有家己的圣经，你可以把这句话自己画下来吼。以后无阁有时日吼，独到伫第7个天使出声的时，伊要分号头的时，上帝的奥妙就正照伊所传予伊的罗卜，遐个先知的福音吼。在这里面，伊有讲到一件代志，讲这个七类没有被拿出来讲，所以头前吼，遐个学者的猜测吼，大概会当做参考啦吼，大概会当做参考，但是确实是一个真要紧的提醒。但是是安怎跳过人过1/2的毁灭性啊？因为咱是稳定的基督徒吼，我们是有整个剧本的，你知道吗？吼，整个剧本的意思是讲，你手头这本圣经吼，牧师还未讲着吼，教会还未去思考着吼，你家己就会当先读到后壁吼，就表示讲已经没有那一个1/2的概念，表示那个有限制的灾难性被跳过人过了后安怎直接进入到什么？哇，就直接全面性的。所以伫遮呢，有一个概念会当互人、互教会来思考，是安怎上帝跳过人过。前我有讲到，我顶礼拜我有讲到，其实不管是世间或者是上帝，透过1/3的灾难跟审判吼，咱拢看到人的反应是啥？啊，死不悔改嘛，对不对？大难临头还怎么样？死不悔改的，即便甲知影讲上帝审判已经来到头前啊，人的性情犹原安怎？宁可面对死亡，嘛无要面对啥？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世间人敢真正毋捌上帝，敢真正毋捌福音？真的是如此吗？当然，这个思考，我认为会帮助现代的教会来思考，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我认为历代古今中外，大家拢真毋望将上帝的恩典甲真理安怎传播予世界知嘛？因为大部分的神学家或者是圣经的学者，拢认为传福音是虾米人的责任？从你们不敢讲，我也不想要勉强你们，因为讲了，你们又会想说，牧师会不会指正你们说那你们怎么都没传，是不是？那传了，你们又会害怕说，我们是不是太过勉强人，对不对？这个都有够艰苦的。咱这基督徒是无简单啦，是无简单，因为咱伫世界变化，或者是教会的责任顶面，我们总是在气缝中求生存，在想办法杀出一条血路，敢知？动辄得救，做什么都是基督徒不对。不过你如果有那种做什么都是基督徒不对你嘛差不多咧准备咧体会，或者是感受到未来教会爱拄到的困难。基督徒你做什么都不对。那后来我有思考是安怎世间或者是人拢会感觉讲安怎做基督徒拢唔对。我自己啦，这个是我家己的经验甲思考我找到一个破解的方式。因为当咱基督徒将花靠咱所做的、所传的，毋是上帝的时阵你安怎讲拢唔对。顶礼拜儿童主日学的迄个教师训练邀请到客面牧师因为因后学期后下一季所要读的儿童主日学所要读的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咱拢讲伊是啥？一本圣神的册，对无？因为伊对头到尾拢是安怎？圣神的工作嘛，所以咱伫圣经的神学的观念，咱讲，似乎行传是一卷圣灵的书，所以
我无闲到上落尾参加着迄个儿童主义的后半段吼。当然我无听到头前老师咧讨论的代志，但总是就算讲咱是老师拢嘛是信用的有信用的基督徒来服侍我就听到因咧讨论讲圣神的工作。到底我们是要全面接纳呢，还是要保持适度的怀疑？想要老师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儿童主日的老师要甲1到6年级的小朋友讲起圣神其实很难讲，你们知道吗？很难讲，对吧？我想说，小朋友，这是圣灵。有看到他的造型吗？就是你真学得甲囡仔解释什么是圣神，所以就引起咱伫教会内面咧讨论什么是圣神的时阵，恁就会听见甲看到各教派无同款的宗派讨论到圣神，有无同款的啥讲法，对吧？兄弟姊在座的兄弟姊妹，你是什么教派？你敢知？你如果跟我讲0开头的，我真的是气死！你是长开头的，你知道吗？你是长老会啊，对吧？长老会是安怎讲圣神的？不要紧啦，因为我伫上个礼拜我嘛甲老师讲，其实咱本宗确实是真少咧讲起着圣神是啥物，圣神做啥物，所以伫咱的信徒的经验内面咱真学得去判断，或者是确信讲对，这就是圣神的工作。因为我们长老会我自己啦，从国小听到大，比较常听到大家会说就是冥冥之中有上帝，这个是我觉得最抽象而且最隐晦的一种表达圣神工作在人的中间，这是我自己主观经验可能其他的长老会不是安尼讲的但是咱嘛拢有听见到其他教派或者是特会所展现迄款圣神的行做，对吧？还是你们都没去参加过外教派的特会？好啦，其实也无关紧要啦。后来我就想在你后壁了后，我就想，我认为还是讲一下好了所以我就甲自告奋勇甲校长讲然后牧师讲几句话好我分享顶礼拜我分享互遮的老师我讲诚做耶稣的门徒，上帝的百姓，我们要有一个通则的概念。你若要抓掉圣神、上帝工作通则的概念，我说我虽然不是很厉害的神学家，但是我提供大家一个辨识的方式因为那是照新约的圣经所写起来咱会看到有亲身领受圣神的人有无？新约圣经各位有吧？有亲身经历着圣神工作的见证人，对吧？但是上时伫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阵，边仔有看的人无？有吗？还是他说：“我跟你讲，那个下午3点来我牧师办公室。”当然不是，边仔嘛有见证的人，但是那是照新约圣经，其实作者拢有提醒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你是领受圣神开来的人，或者是伫边仔看到人经历到圣神工作的人，只有一个原则，最后只有一个结论，是得上帝欢喜，叫做归荣光给上帝。兄弟姊妹啊，不管你是有没有，你这辈子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圣灵，或者是你听到别人经历到圣神的工作的时阵，做人敢若会当有一个反应，叫做归荣光给上帝，这个是通则。你若是听到别人咧经历到圣神，或者是边仔看到圣神的时候，大家讲哇，你这间教会有够牛，哇，你这个牧师有够厉害，我讲你嘛帮忙诶，安尼知无？
我应该有完美诠释怎么判断吧？归荣光给上帝，是教会或者是人，或者是基督徒上落尾的看见，或者是真实的见证。见证是要见证啥？恁教会这台 piano 就厉害，50万，无法送要听这啊，拜托的。谁要听你一间教会什么东西很厉害？所有的厉害，结论跟终局只有一个，叫做归荣光给上帝。兄弟姊妹，你若啥物拢伫信用、伫教会的塑造甲培养内面，啥物拢学袂起来，你至少爱学会向这点归荣光给上帝，好不好？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这种是长字辈出身的，我们有没有圣灵？我凡事归荣耀给上帝。咱透早的基督会的祭司，带领基督会正当工，拢在感谢上帝。兄弟姊妹，无论他们的词汇有没有华丽，你无要感谢上帝，你无要归荣光给上帝吗？那你就唔免欢乐你的技巧不够花俏啊，不是吗？服侍上帝，照顾教会，有没有给大家二当当？你们都不摇头也不点头，这样我们9月怎么选啊？我要给你们安心啦，专心敬畏上帝，互咱的性命，互咱的家族归荣光给上帝。安尼照顾教会，唔是一件二当当的代志，好不好？好啦，要有安心啦。好，我要戴眼镜喽。刚刚那个不是我讲到的内容，所以要拉回来。第7号本的时阵，上帝奥妙就成全啦所以照伫遮来讲，上帝成全什么代志我刚才咱讲，我逐摆咧准备讲道的时候，我拢甲上帝祈祷讲，感谢主，因为我是现代的牧者因为现代的牧者都可以把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先确定完之后我直接跟你们讲结论就不用陷入在当那个礼拜的桥段里。好，上帝奥妙是啥？若是照启示录来讲，3件代志唔是伫今仔日的经在内面，但是你若对头到尾读过启示录，你至少会掠到这3项代志。上帝奥妙甲啥物有关系？甲教会得救有关系，甲魔鬼的失败有关系，甲耶稣的得胜有关系啦。有抓到原则了吧？你不要小看这3句话，兄弟姐妹，咱这基督徒，你不要小看这种好像习以为常的真理，因为这是咱的日子，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这是咱信用的日子呀。敢有清楚？上帝奥妙甲什么有关系？甲教会的得救有关系，甲世界的审判有关系，甲魔鬼的失败有关系，甲耶稣的得胜有关系伫旧约圣经阿摩司先知伊伫遮第3章第7节有写着讲，耶和华若无大声将奥妙的代志启示伊的奴仆正先知，伊就袂去做任何的代志华语。阿摩司书3章第7节说：耶和华若不先将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不会做任何事。这个完结上帝做代志的完结，对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拢有一个原则，就是讲上帝启示，上帝成就。翻成白话文就是说，神如此说，神就如此行。有抓到这个意思神如此说，神就如此行。所以第10章第7节讲，独到伫第7个天使出声的日，咱只是还未看到第7个天使出声好，出声的时，当伊分号头的时，上帝的奥妙就成，照伊所传予伊的奴仆遐个先知的福音。所以伫启示录的顺序内面，上帝大声甲约翰所讲的代志，拢是安怎？拢是要成就的代志。兄弟姊妹，你若是教会，
这是耶稣写互教会批，你敢无要斟酌来思考甲相信咧？你敢需要斟酌来相信？上帝的确要完成伊的代志，伊的奥妙的确要成，教会的确要得救，信靠伊的人的确无要见效，魔鬼撒旦的关系的确要除去，无搁伤害破坏人甲上帝关系。耶稣的确要展现伫世间人所有上帝创造的人的中间，彰显伊的主权。这就是福音实际的内容。当然，伫遮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约翰伫领受即个异象的时阵，请问伊写落来代志发生啊未？啊？发生了吗？肯定还没啊，因为这一卷书是主后你把它想成西元90年左右写成的书吼，所以伫约翰咧领受这的信息的时阵，所有的代志，你几乎大胆的可以说它是未来式，对吧？未来式嘛，未发生，所以我们称之为未来。但是呢，这个未来其实走得蛮长远了，已经2000多年了，是吧？这个未来走了2000多年了啊，发生了没？兄弟姐妹，这就是咱真做教会吼，恶当当的代志。因为当教会要宣讲上帝的奥妙的时阵吼，你要能够承受得了别人对教会的挑战呢。就代志都还未发生，无是咧无用啥？好好过日子袂使吗？好好过日子袂使吗？这个就是接下来的教会要面对，其实是历世历代的教会都要面对的。历世历代的教会都要面对上帝已经讲，但是人类的世界还未发生的时阵，你这上帝也没有多厉害嘛？你要安怎回答你的信仰？但我的建议是，不用勉强回答啦。但是你至少伫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这个疑问你心内要祈祷上帝，因为是上帝保守咱的性命，毋是咱倚靠咱家己的智慧财物来保守咱家己的信仰但是伫圣神的气内面，伫人甲教会的心内，你一定知上帝安尼讲，的确要安怎？要安尼行的。所以随便到咱读到今嘛，都还是未来式。但是咱的心知影，上帝的审判的确安怎？的确要行，的确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的。好，接下来第8节伊讲，我听见我前所听见对天的声，大搁听见伊对我讲话讲，迄个徛伫海甲第2个天使手中所提掀开的册，你就摕去就是刚刚那一卷那个什么打开的小书册已经拍开啊七印已经拍开啊所以伊讲安怎？你就摕去食，你就去摕我随时就我君迄个天使甲伊讲，就用迄根细细的册互我就是约翰很谦卑就是去跟他拿说请你把那个书给我安尼伊就甲我讲，伊就甲约翰讲，你摕去食，伊要互你的腹肚苦，伫你的喙内要甜亲像蜜，所以约翰就对迄个天使手摕细根册来食，伊伫伊的喙内果然甜亲像蜜，已经吞落去，腹肚就苦伊就甲上落尾甲约翰讲，你着爱你着讲参语来论起侪百姓、侪邦国、侪腔口、侪君王的代志伫即根册的行动约翰所领受到后壁这的行动可能我们都有一点难理解你若是读过旧约圣经、以西结圣经、以西结。
从你的表情我知道以西结。以西结先知大家有听过吗？有读过了吗？好，以西结伫上帝咧吩咐伊爱登去到百姓的中间讲预言的时阵吼，讲一讲，也给了他一道命令跟行动，就是讲你甲迄根菜安怎食落去吼。好，伫约翰的经验内面，伊伫即时嘛受吩咐爱将迄根菜安怎食落去吼。这很像那个考试被抓作弊吼，他突然赶快把答案卷吃下去，不是这个图像吼，但是差不多就是要把整卷书吃下去的概念吼。以西结先知领受差派时阵，伊嘛是爱做这个动作，但是以西结先知伊食迄根菜的时阵，伊知影真痛苦，但是伊的痛苦甲约翰的痛苦无共款。以西结先知嘛是肚子发苦，口中如蜜吼。约翰嘛是，但是因两个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以西结先知吼。伊的痛苦是因为伊知影，伊爱将上帝的信息安怎带转去到伊的百姓的中间。先知心内有够艰苦的，因为要向家己的同胞吼，犹太人同胞讲起着上帝的话语吼，你觉得先知会怎么样？是很愉快的说哦，我地位超高吼，大家来听我讲上帝的信息，是这样吗？我跟你讲，心境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吼，这一群他的同胞是怎样，他的兄弟姐妹是怎样，悖逆，对不对？奸诈、狡猾，不讨上帝的喜悦。我还要在你们这种个性的人当中干嘛？还要讲上帝的真理，有够痛苦，吓都吓死，对不对？因为一定会被自己的同胞笑嘛。所以以西结先知咧领受这款的书面的时阵，艰苦到要死啊！吼，心里是非常的抗拒吼。伫古有圣经我们都会读到那个先知的挣扎，但是约翰跟他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当对天的声吼，甲伊讲去甲迄根摕来食吼，约翰真顺吼吼，等于讲请把这卷小书册给我，好，是相对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伊甲以西结先知同款，伊知影这个册的内容是苦的，因为在世界要得到审判。但是结局是甜的，因为教会要得到救赎，所以照约翰他的反应跟看见的意象，还有前面那样子，上帝一路的启示，耶稣一路的启示，伊顺服照上帝的顺序来做，比以西结先知更加显得比较积极，所以圣经学者认为约翰是因为明白上帝的计划虽然迄个苦是伊的使命，因为要甲世界、甲教会讲迄无受欢迎的消息迄其实是真艰苦的。你就会当知，其实约翰或者是以西结先知领受上帝的信息，要去向家己的同胞或是教会，或者是世界讲上帝话语的时阵，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都只有一件事。迄是互人安怎无欢喜的消息，所以基督徒教会，我其实自己当牧师也常在思考那个传福音这件事情近代在讲传福音这件事，有得到比较多的反思因为咧讲起着，那徛起伫台湾，咱基督教袂当讲互人无欢喜的言语，不要有排他，不要有压迫。我不能说这个提醒是错的，可是你不能越过一条线去讲福音。我们不要如果教会你没有预备好，知道怎么清楚的说明福音，那我心情上是这样你就不要讲好了啦。你作为一个带导的勇士，对吧？这个是我们心里的安慰，因为你若是无备办好势，那亲像约翰甲以西结先知，知影讲你所传的消息是安怎，是真完整的真理，是会互人无欢喜的代志。你不要拿上帝做你的妥协知道吗？你不要妥协到后来，你自己跟别人都歪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事。但是你若真正有分享福音的感动，你就要
敬畏上帝，谦卑恳求上帝圣神的带领，不要硬讲，不要硬讲。可是当求赐智慧的主，因为迄个时若是上帝认为适合的时，伊的确要互咱安怎得到智慧的言语，会当传讲福音，甲上帝国的消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预备我自己，但是我不会消极到说，那干脆都不要讲。你不要过犹不及，不要在极端的两头，不要在极端的两头。所以又很知影，佮较安怎艰苦，拢爱将上帝奥妙甲计划安怎，甲教会讲啊。所以我今天的讲题不是说再苦都要说的预言，佮较安怎艰苦，这样代志干嘛？我跟你讲，你可能不是约翰啊，不过约翰领受的其实也是要告诉教会，约翰是一定要讲的。还好他的反应看起来，让我们看到他的积极跟他的信仰吼。佮较艰苦，就爱讲会参与吼。上落尾针对咱今仔日的学习，咱搁一遍来自我提醒，是安怎教会需要读启示录？来，教会，请问为什么你作为教会，你需要读启示录？你知道原因吗？你知道，因为牧师就这样安排，你们不得不了。教会，你敢知影是安怎你爱读启示录？上简单的原因，因为这是一张耶稣写予教会的批。上简单的原因就是伫遮，耶稣写予教会的批，他还不是写给全世界，伊是写予什么对象？教会伊的百姓，伊警调徛起伫世间的教会，这张批宣告耶稣是教会主宰的教会。若是无读过耶稣写予教会的批，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奇怪一点。虽然你可能理智上知道有启示录，但是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都没读过，也是蛮奇怪的。检测有人会讲读启示录真恶的了解，兄弟姐妹，我也不否认啊。我国小在教会做礼拜吼，因为阮自细汉吼，是爱参加献歌队的吼。我国小3年级就被逼去唱圣歌队安尼吼。我国小伫献歌队的时阵吼，听课牧师或者是潘牧师咧讲道吼，我坦白甲恁讲，我也听无。我听无，我就感觉我迄个时间爱插伫咧遐足艰苦，所以我就摕，那时候都没有什么 PPT， 我就摕圣经开始读。我们家其实很严格，你知道，家教很严格，平常就要读。礼拜天我想说算了，反正我也听不懂我爸在讲什么，干脆就来读圣经。我就新约旧约就这样，每一次我都一次读一卷，一次读一卷，就这样子慢慢读吼。所以那兄弟姐妹甲课牧师讲，牧师啊，你咧讲启示录吼，大家拢听无吼？其实我能够体会，因为我也不是信手拈来，一打开就什么都懂的吼。但是我要甲大家鼓励、甲勉励，读这张批，毋是我靠咱家己的信用财物会当明白的。因为这是耶稣家己写予教会的批，咱就求圣神伫咱的中间开贴上帝的话语吼。真侪圣经的参与吼，启示拢是咧讲将来的代志。我认为是为着要互听见甲读着的教会有所准备吼。其实人无法度想象未来会面对什么是真正常的。你们会知道下个月发生什么事吗？没有，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知道吗？顶多知道许牧师休假吧，会笑对不对？应该是还有醒着。人无法度想象未来会面对啥真正常，但是大概会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咱会较有力量。这是咱人的限制吼。我相信圣神会互读一批的人明白上帝旨意。你若会当领受偌济，我拢感谢上帝。你若是真正你个人，若真正感觉这卷册无简单明白，我请你一定会记你一件代志，是我很喜欢的，曾经很喜欢的英国吧，好，一个大卫鲍森牧师，你们知道吧？
应该蛮多人都有读他看他的影带吼，一个蛮资深的圣经学者吼。大卫鲍森牧师我很喜欢他讲的一个故事，他在讲启示录。伊讲这本册吼，就是咧讲啥？耶稣赢了。这本册是咧讲啥？耶稣赢。因为他说他讲一个故事，说在某一间那个神学院，好像就是有一群下课的时候，有一群神学生吼，然后他们就翻着圣经吼，在那边走路，然后走到操场，他就说啊，这个太难了、啊，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吼？啊，结果迄个边仔咧摒扫迄个工人吼，就咧问起就讲啊，你们是在读什么书吼？因为在神学院里面嘛吼。啊，现在新下线来讲啊，我们刚上完启示录，好像有够难的这样吼。然后结果这个打扫的人就跟他说：“哦，会吗？我觉得这一卷书很简单啊。”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为什么？”他说：“哦，因为就是咧讲耶稣赢。”然后这一群神学生说：“也对，也对。你会理财，跟你不会理财，你能够决定人生的命运跟世界的走向吗？”你卫生习惯好，跟你卫生习惯不好，你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环境照顾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吗？其实都不行。所以我要请兄弟姊妹，你若真正，如果你若是听无开始了，我来讲，请你有一半是我的责任啦，确实嘞。但是我嘛祈祷吼，求上帝来帮咱吼。我真意啊，伫台湾。我不知道这首国外的歌有没有哈，我很喜欢小时候唱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叫做《耶稣专胜利》这首诗歌。耶稣专胜利，耶稣专胜利，耶稣专胜利，专胜利，耶稣专胜利，耶稣专胜利，耶稣专胜利，专胜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专胜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专胜利。没有？啊有！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这首诗歌，我觉得很完整、很可爱的讲了启示录的终局。兄弟姐妹，无论教会伫什么款的阶段，你也会记得。耶稣专胜利，虽望咱后壁还阁要面对全面性的灾难，甲教会甲魔鬼的战争，但是教会咱一定要记得，上落尾赢的是啥物人？是咱所挖靠的耶稣。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因为听教会大声将世界要发生的代志，启贴放伫阮的中间，主愿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阮豆豆仔咧学习，咧认捌真理，阮也豆豆仔受上帝你亲身的塑造甲准备，互阮备办好势。无论阮诚做教会未来要经历偌济不堪的过程和痛苦，阮的心内甲阮的信仰拢知，赢的迄位是耶稣。主，阮要将一切眼光归伫你，愿你继续看顾引带你的教会。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多谢靠我书的正道传讲上帝的话，耶稣专胜利是我伫街头行街头的时阵学到的一首圣诗。无论安怎，耶稣专胜利。咱来做回应，新的改变。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正像我要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个来献开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咱起立来吟全首。
这美万心来奉献。赏赐恩典的上主，未能聚集在这里一同敬拜，我们感谢你。这几天台风，我们经历了一段等待与预备，风雨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也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但我们学习明白，平安不是理所当然，是在其中感谢，也思考上主在这章中的提醒。也愿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学会感恩，在风雨来时学会倚靠你。我们将金钱献上，这不只是数字与金额，而是我们的感恩与告白，也是整个教会对你的回应。主啊，帮助我们妥善运用奉献，不只是支持事工或扶持别人，也让我们的群体因着这份共同的摆上而被建造。愿奉献成为我们彼此的记号，提醒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累积资源，而是学习、分享与服侍。谢谢你，让我们有能力奉献，也让我们在奉献中确信，我们依靠的不是财物，而是你。祷告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名求，阿们。咱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好亲像无吼？好，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启示录第10章第11节，咱台语来读一遍，国语来读，华语来读一遍。因甲我讲，你着搁参与来论起济济百姓、济济邦国。济济腔口，济济君王的事，启示录10章11节。天使们对我说：“你必须指着许多民族、邦国、语言、君王，再说预言。”启示录10章11节。咱来行平安礼。没有新朋友，今天一共无新朋友，但是咱有68周年，对，有一张68周年的照片。哦耶，好漂亮！张有迄伫长直群组看这张相片，就清晰耶，拍得很好。这张是啥人翕的？是恩赐吗？木真拍得非常好，好清晰。每个人，即便你在最后面，都看得很清楚。像我就看到韦莹，我嘛有看到朱建丢乐跟方慧姐，还有张秋姐啊，陈代姐，没有是纪玲姐，后边还菊英姐，我拢看得到，就清楚诶。这张照片太清晰了，你看，连那种西兰丢乐下头块根嘛看出来，很清楚。这张照片真的很清晰，好漂亮的一张照片。迄是咱68周年，迄天无来的人举手。
好，迄天有来的人应该拢有伫即个镜头内面吼，真珍贵的相片，好，然后嘛，足久无看到素云姐，今仔日看到素云姐，嘿，平安，嘿伫市长老甲长老娘的后面，应该她是杨琴来过好多次了我都是在看你的背影。我都在看你的后脑勺，很少正面拍摄。好，杨琴欢迎你。好，安尼咱来做平安礼，咱来唱一遍，然后咱的座位来挥挥手，请安。我用主的跳起心来跳你，我用主的跳起心来跳你，因为你来领我主的眼光，我用主的跳起心来跳你。是玉雪长老哈，是玉雪长老吗？好，戴帽子是玉雪长老 ，OK， 好。因为咱今仔日甲后壁扎起来，所以大家拢坐咧头前吼。好，玉雪长老嘛，几若礼拜无来，因为感冒，重感冒，今仔日是咱的中间吼。好，咱来看咱的消息报告。小会公告伫9月13中级要选举的筹备通知，就伫咱550次的小会通过9月13号要中级改选。咱伫边仔有看到真侪名单，咱遮个名单是爱摕出来，互咱大家为遮个会当受选的即事来祈祷。当然，伫即个的办法内面有讲到，若是恁的时间都合袂拄好，会当来投入伫服侍，你会当主动去甲办公室，伫干事遐摕一个无意愿的一个签名。但是我想，搁较要紧是，今仔日早起祈祷会会容执事有讲到，无提时主的工，着趁日时着做工。咱的做工毋是要互人讲我是执事，我是长老，其实我的做工是为着要服侍咱的主，所以若是为着要服侍主，着无提时；为着要服侍主，着无提时。所以伫遮个名单中间，咱为因来祈祷。嘛，互咱逐家人啦，毋是甲因啦，为着咱家己来备办，若是上帝看做好，嘛，互咱会当甲伊做同工，好，后礼拜启明牧师要来讲道，因为拄仔有讲7月15甲7月31是咱柯牧师的休假，真要紧的时间，爱休困，才通有气力继续带咱继续行，对毋对？所以咱7月15甲31，牧师甲玉珍执事无伫咧，即中间是我甲新义长老代理。7月21甲28就拜二的查经班暂停。后礼拜是启明牧师伫咱的中间甲咱讲道。过来今仔日下晡中昼12点半，伫富堂有中集会，请咱备办心来参加。今仔日本主日本来有玉堂姐妹要甲咱分享圣灵主日学，因为有缘故，所以延期。咱才阁请教育组继续阁再安排。但是后礼拜，咱的圣灵主日学是修峰兄，伊要来甲咱分享商标的故事。伊特别交代，下礼拜要来的人有糖吃，因为要讲商标的故事，去讲迄商标，咱拢知影，咱拢知影迄个商标，佮真侪迄个商标代理的物件，所以会有糖仔通好食，爱来。过来是检校的作业，7月19、7月26要检校各团课，今年1月到6月的校谱，请咱7月19以前，咱的同工交伫干事遐。会当准备来检校，阁刷落来是团课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主要是有青年团课、妇女团课，7月18，阁有少年团课7月23。伫遮小可广告一下，就是7月18，咱妇女团课有聚会，但是咱的妇女参加聚会，咱的兄弟会当去看电影。咱有一出电影叫做《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是琼珠节，咱哪有印象吼？琼珠节伊有包场，伫7月18号早上10点半，在西门町的喜乐时代影城底下有包场。咱若有兴趣看这出电影，咱会当去办公室登记，伊会给咱留票互咱。那部电影非常值得看，迄是一寡对瑞士、法国来到台湾，咱的东部的天主教的神父，伫遐做真水的工，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很值得看。咱也会使当去看吼。好，咱今仔日报告到这，时间交互牧师。好，伫遮特别来补充教改消息吼，请咱来看第一点。七星中会8日区，咱的区会吼，伫8月15号吼有安排福音主日啦吼。然后这摆有没有看到那个是谁？嘿，顶过了吼，咱教会真稳定吼，会当慧荣执事帮我们连接到史英英福音歌手伫咱教会吼来唱歌吼这一次北二区的那个邀请也是决定他因为吼这是参加8日区的这个咱爱负担报名费吼所以你若是时间会当稳准的话吼请到甲绿建干事吼来报名吼咱爱登记吼因为8日区吼收费是一个人爱100块吼。过去咱拢是教会来负担嘛，所以恁若是有要去吼，请你一定爱去，一定爱签名吼，来这样我们才好核销。好，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的疼遐尔啊大，遐尔啊奥妙，阮也感谢你用你的真理来保守教会。主阮知，阮看到，虽望世界败坏，虽望世界爱受到审判，但是阮感谢，因为你的稳定教义。人民教义，你的确要拯救瓦克里的人。总是阮是用毋感觉谦卑的心来瓦克里，因为伫这世间还阁有阮侪侪人脉的亲人甲朋友，阮也毋望主你的稳定人民会当临到你的创造，你所疼的正人的中间。也毋望你帮咱教会，互阮伫即款的看见内面，阮无骄傲，我们也没有当旁观者，我们更不是信仰的局外人。那亲像阮家己得到拯救就好，主，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总是时间也有，恳求你时时刻刻甲教会同在。做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互阮有智慧甲疼心来疼世间人，照你的旨意来使用教会，为着阮众人阮四周围阮的亲人，因的性命、因的日子，仰望主你的带领甲怜悯，为着阮身躯边身躯病痛的人，仰望主你的医治，为着阮信仰会坚固，仰望主你的顾守甲帮衬，求你听见阮心内最最祈祷的声，因为阮祈祷是因为阮相信耶稣全胜利，主你已经得胜，求你互阮也瓦靠得胜的主，互阮的日子会当敬敬主的名。阮安尼同心感谢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念圣诗，请起立。主在
恁是领受上帝参与的教会，恁也是有稳定甲快乐的教会。大在讲起着上帝国的消息，会互人无爽快，会互人惊吓。但是即款的苦，你着有快乐、勇敢来赢过伊，因为你所倚靠的主耶稣已经全胜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一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倒，请咱听候音乐来计时。非常有力量，有吗？音乐有时候也是在empower我们，好，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咱的中集会游玩是11点半吗 ？OK， 好，那是在，因为我看后面的桌椅是不是排好？在礼拜堂，所有的中集咱12点半伫礼拜堂来开中集会。